好啦，乡亲啊，过来这真正是一出地方的美食战，到底是倒位的肉燥饭上好食呢？高雄市长陈其迈讲，台南的肉燥饭口味普通，讲高雄的较好食。伊阁向台南市长王伟摕来路战书，要来教输赢。想袂到屏东县长潘明安嘛来加入到战局，讲屏东的肉燥饭才是好食。结果出现家己的立委蔡意瑜嘛跳出来了，讲这个家己的鸡肉饭好食程度袂输人。肉燥饭，普通而已啦，高雄比较好吃啦，所以 PK 一下就知道了。因为高雄市长陈其迈甲台南下战帖要拼肉燥饭，一场肉燥饭之战就开始啊 ！Let's go battle！ 带皮猪肉角卤甲真入味，用来搅饭是有够香。高雄凤山这间人气的肉燥饭，市长陈其迈真好卤，哪里甲台南的肉燥饭比起来呢？高雄的口味的话，比较温和一点，中性一点，有点甜又不会太甜。高雄人讲高雄的好食，啊那台南人就无认同啊。台南的吃下去之后，吃下去跟吞下去之后，那个层次会不一样。卤肉燥爱南糖，台南的美食就是爱咸中带甜。新义美食之都市长黄伟天对肉燥饭真有信心。假庆丰蛋，就打一套给他们看，就是说我们的台南美食是没有在怕的。输人唔输阵，屏东县长潘明安嘛跳出来，地面且有铺一张伊食肉燥饭的相片，佮讲屏东的肉燥饭才真正是一口入魂。同款嘛是特chế卤汁去控的，屏东这碗肉燥饭个人肉酥，也过肉酥的肉较散。我不是那种肉干啊，是那种不是肉燥的，是比较小的。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的拼肉燥饭，有人看甲袂做咧。不管是台南的肉燥饭跟高雄的肉燥饭，遇到嘉义的火鸡肉饭都只能蹲在旁边当小弟而已。出身家己的立委抛出家乡的火鸡肉饭加入战局，到底是倒一个所在较好食？屏东、台南的比较好吃。我觉得高雄比较好吃。嘉义的鸡肉饭最好吃。其实是各有千秋，在人介意的。